喂，各位街坊，真係癲咗啊！你有冇諗過，有一日竟然連行入香港國際機場都可以見到平民神物兩餸飯嘅身影？冇錯，呢股全港熱爆嘅雙餸飯旋風，而家已經正式殺到入去最頂級、最講求國際形象嘅機場啦！一盒50蚊起，由市區平民區一路橫掃到大嶼山赤鱲角，全城打工仔一齊力撐。你咪以為食兩餸飯好失禮啊？連影帝發哥周潤發都曾經被街坊捕獲去排隊買兩餸飯，連大明星都係咁樣貼地。到底呢個兩餸飯大爆發嘅現象，係代表住香港人死要面子，經濟真係大不如前，定係一種靈活變通、擁抱生活嘅貼地重生呢？今日同大家由頭到尾好好傾下呢個屬於香港人嘅2026年飲食傳奇。講起兩餸飯，如果大家有印象，其實喺幾年前，即係大概2019年、2020年左右，當時因為疫情爆發，全港食肆入夜之後冇得堂食，大家收工之後都唔知食乜好。就在那個時候，全港各區好似雨後春筍咁，突然之間開咗好多間賣兩餸飯、三餸飯嘅店鋪。當時好多人以為呢啲只不過係一時嘅無奈之舉，係經濟低迷時期嘅短暫產物。等個疫情一過，大家去返酒樓、去返茶餐廳食飯，呢啲鋪頭就會慢慢消失。點知大家都跌晒眼鏡。嚟到2026年，呢個熱潮唔單止冇退卻，反而越演越烈，甚至成為咗香港人嘅日常生活習慣。而最震撼全城嘅消息，莫過於兩餸飯竟然成功進駐埋香港國際機場。大家想象一下，機場係咩地方？以前我哋去機場，一係就係出國旅行好高興，一係就係商務出差。喺機場食一餐飯，喐下都過百蚊，一碗普通嘅雲吞麵或者一個燒味飯，可能都要70、80蚊，甚至過百蚊港幣。對於喺機場返工嘅幾萬個打工仔，好似地勤、清潔工、保安、行李搬運員，以至航空公司嘅後勤人員嚟講，每日食飯都係一筆好大嘅開支。點知最近有大型連鎖兩餸飯店，竟然喺機場進運路嗰邊，或者係機場後勤區域嘅美食廣場隆重登陸，一盒飯賣港幣50零蚊，有菜有肉，熱辣辣，即叫即裝。呢個消息一出，成個網絡即刻炸開咗鑊。大量喺機場返工嘅網民直呼呢個直情係機場大福音，係真正嘅窮人恩物。50蚊喺市區可能算係中等價錢，但係喺物價飛漲嘅機場，可以用呢個價錢食到飽一飽，簡直就係將平靚正發揮到極致。其實兩餸飯點解可以橫掃全城，甚至去到2026年都依然咁有生命力？最核心嘅原因就係因為佢切合咗香港人最講求嘅兩個字：效率同埋實惠。香港人返工節奏有幾快，大家心照啦。放飯時間得嗰1個鐘頭，甚至有啲行業界別得半個鐘頭。如果你去普通茶餐廳，等位要等15分鐘，入到去叫個外賣又要等15分鐘，拎到返公司食得2啖又要準備做嘢。但係兩餸飯呢？你行過去望住個玻璃櫃，指着黑椒薯仔牛柳粒、椒鹽豬扒、番茄炒蛋，阿姐手起刀落，兩嘢幫你裝滿個飯盒，成個過程唔使1分鐘，俾錢走人。呢種速度完美配合咗香港人快、靚、正嘅生活靈魂。而且大家唔好以為兩餸飯就逆流而上只靠平。依家2026年嘅兩餸飯市場已經內捲到一個好瘋狂嘅地步。以前嘅兩餸飯可能淨係得啲咕嚕肉、炒菜心、蒸水蛋，但係依家啲老闆為咗爭生意，真係出盡百般武藝。你去到一啲比較出名嘅連鎖兩餸飯店，你會見到有原隻大蝦、蒜蓉蒸扇貝、清蒸石斑魚、黑椒牛仔骨，甚至連花膠炆冬菇、爆汁花菇呢啲以前要喺酒樓擺酒先食到嘅高級菜式，依家竟然都可以變成兩餸飯嘅其中一個選項。有啲鋪頭仲推出埋燉湯，一盒兩餸飯加一盅無味蒸老火燉湯，都只不過係50幾60蚊港幣。你話咁樣嘅性價比，打工仔點樣可以拒減？如果大家有留意開香港嘅街頭巷尾，去到2026年，你會發現成個香港嘅鋪位生態發生咗好大嘅轉變。
以前街頭最旺嘅鋪位，一係就係藥房，一係就係金行、名錶店，再唔係就係啲大型連鎖化妝品店。但係呢幾年，呢啲高消費嘅鋪頭一間一間咁搬走，取而代之嘅竟然就係呢一間間燈火通明、招牌大字寫住50蚊兩餸嘅平民飯店。呢個轉變代表咗啲乜嘢？呢個就係活生生嘅經濟學。以前啲人成日話香港嘅地租咁貴，做平民生意點樣做得住啊？一碗細蓉雲吞麵賣到50蚊，老闆都話貼錢買馬達，但係兩餸飯店偏偏打破咗呢個宿命。點解？因為佢哋將薄利多銷呢4個字發揮到極致。你普通茶餐廳一張台一個晏晝頂多做3、4輪生意，因為客人要坐低睇餐牌，等伙計落單，吹水，慢慢食，再埋單。但係兩餸飯唔同，佢哋好多鋪頭根本就無堂食，或者只有好少嘅企位。你行入去，由指送到俾錢，30秒搞定。一間生意旺嘅兩餸飯店，一個中午可以賣出幾百盒甚至上千盒飯。呢種超高嘅轉變率同現金流，令到佢哋頂得住高昂嘅租金，甚至可以喺一啲以前想都唔敢想嘅核心地段，以至香港國際機場開分店。為咗喺市場上立於不敗之地，依家啲老闆已經唔止係拼邊個嘅咕嚕肉做得好食，佢哋仲要拼服務、拼裝修，甚至拼高科技。你依家行入一啲新開嘅大型連鎖兩餸飯店，你會以為自己行入咗高級日式超市。全店用無印良品風嘅木系裝修，燈光柔和，啲菜式用保溫不鏽鋼盤裝住，下面有恒溫系統，確保個客拿到手嘅時候永遠係熱辣辣嘅。而且好多鋪頭已經引入咗自動點餐機或者手機應用程式落單。你喺條街道行緊嘅時候，用手機冚定你要邊2樣餸，去到鋪頭直接憑二維碼喺個取餐櫃度拎走，連排隊嘅時間都慳返。更誇張嘅係，有啲鋪頭為咗吸引年輕人同中產階級，仲推出咗健康低卡兩餸飯。大家都知，傳統兩餸飯最令人詬病嘅地方就係多油、多鹽、多欠汁。但係班老闆好聰明，佢哋即刻轉型，推出咗用藜麥飯、紅米飯代替白飯。餸菜方面就有清蒸雞胸肉、蒜蓉炒羽衣甘藍，或者係慢煮三文魚。呢啲健康版嘅兩餸飯，一盒賣到60幾70蚊，一樣大把中產同埋健身人士排隊買。你話香港人嘅商業頭腦係咪真係轉得好快？而且兩餸飯嘅興起，仲直接改變咗香港人嘅家庭生活模式。大家回想下，以前香港嘅雙職家庭，即係兩公婆都要返工嘅，收工之後最大嘅煩惱係乜嘢？冇錯，就係今晚邊個煮飯。如果自己煮，收工衝去街市買得餸嚟都7點幾，返到屋企洗菜、切肉、煮熟，食得飯嚟都8點半、9點，食完仲要洗碗、抹灶頭，諗起都覺得個人好攰。如果出去茶餐廳或者酒樓食，兩公婆加埋個小朋友，求其食個小菜都要200-300蚊港幣，長此下去真係一筆好大嘅開支。嚟到2026年，兩餸飯就完美解決咗呢個痛點。依家好多家長收工，直接行去屋企附近間兩餸飯店，唔係買飯盒，而係帶定幾個保鮮盒或者暖壺去，同阿姐講唔該，幫我淨打包一個黑椒牛仔骨，一個西蘭花炒蝦仁，同埋一個蒸肉餅。阿姐幫你裝得滿一滿，3樣餸加埋都唔使100蚊港幣。返到屋企，自己電飯煲煮個白飯，6多碟菜，一家3口就可以開飯，有魚有肉有菜，味道仲好有鑊氣。呢種叫買餸返屋企加餸嘅模式，依家喺香港不知幾流行。呢個唔單止係慳錢，更重要嘅係幫香港人賺返咗最寶貴嘅時間。你可以多咗1個鐘頭陪小朋友做功課，或者自己煲下劇休息下，呢個就係實實在在提升咗生活質素。講到呢度，就不得不提我哋嘅影帝發哥周潤發啦。發哥今年都已經70歲啦，但係佢依然成日自己一個人，或者同埋發嫂一齊，好貼地咁喺香港周圍行山，去街市買餸。之前就有好多次，有市民喺九龍城或者深水埗嘅兩餸飯店門口，
見到發哥戴住頂鴨舌帽，着住全身黑衫黑褲，好規矩咁跟住街坊一齊排隊買兩餸飯。發哥買完仲好親民咁同大家合照，一啲明星架子都冇。影帝身家過億，佢咩真百味未食過？連佢都願意去排隊買盒幾十蚊嘅兩餸飯，呢個舉動話俾全香港人聽，食兩餸飯一啲都唔失禮，相反，呢個係一種懂得生活、欣賞平民美食嘅生活態度。大家不妨睇下，依家去買兩餸飯嘅人，已經唔再局限於以前大家想象中嘅基層市民或者地盤工友。依家去到中午12點半、1點鐘嘅放飯黃金時間，你行去中環或者鰂魚涌呢啲商業區嘅兩餸飯店睇下，排隊嘅全部都係着住西裝、打晒呔嘅金融才俊，或者係打扮得好時髦嘅寫字樓 OL。大家一隻手拎住個名牌手袋，另一隻手拎住盒兩餸飯，神情自若，一啲都冇尷尬。因為大家都意識到，聰明嘅消費先係最型嘅。50蚊一盒飯，有黑椒牛柳粒同西蘭花炒鮮魷，味道好，份量足，仲可以自由配搭，天天款式唔同。比起以前去茶餐廳食個又貴又頹嘅焗豬扒飯，性價比高出太多。不過，面對兩餸飯開到周圍都係，甚至連高級商業區好似中環、金鐘，仲有今日講嘅機場都有佢嘅蹤影。社會上自然就出現咗好多唔同嘅聲音。有一部分人覺得好悲哀。佢哋認為香港以前係一個國際金融中心，大家追求嘅係高檔消費，食嘅係米芝蓮星級餐廳、西餐、高級日本料理。依家全城都熱捧兩餸飯，連機場都失守，係咪代表住香港嘅經濟真係唔得啦？係咪代表住香港人嘅消費能力大幅下降？大家都要向現實低頭，為咗慳錢而放棄生活質素？甚至有人會覺得，成班人喺條街度排隊買飯盒，好似好無面子，令到成個城市嘅格調低咗。但係，我對呢個現象又有另一番睇法。我覺得呢個絕對唔係咩死要面子嘅難堪局面，相反，呢個係香港人貼地重生嘅最佳證明。香港人最叻嘅係咩？就係適應力強，好似水咁，倒喺咩容器度都可以生存。即係廣東話俗語話齋識得執生。面對近年全球經濟環境轉變，加上本地消費模式嘅改變，香港人唔會坐喺度怨天尤人。打工仔賺錢艱難，咁咪喺日常開支度揾到最精明嘅消費方式咯。與其夾硬去一啲好貴但係質素普通嘅餐廳消費，死撐面子，倒不如實實在在用50蚊買一盒熱辣辣、有魚有肉、味道仲相當唔錯嘅兩餸飯。將省落嚟嘅錢用喺更重要嘅地方，好似供樓、養小朋友或者留返嚟放假去旅行。呢種務實係一種智慧，而唔係一種落魄。呢個背後其實反映出香港人對面子呢兩個字有咗全新嘅定義。喺舊時嘅觀念入面，面子就係出入高級場所，食飯要睇環境，飲杯咖啡都要去5星級酒店，好似咁樣先可以彰顯到自己嘅社會地位。如果被親戚朋友見到自己喺街邊排隊買幾十蚊嘅飯盒，好似就會好冇面子，怕被人笑自己係咪經濟有問題。但係經歷咗咁多年嘅社會轉變、經濟起伏，2026年嘅香港人心態已經變得非常之成熟同埋理性。依家大家覺得真正嘅面子唔係你用咗幾多錢去裝模作樣，而係你可唔可能好聰明、好有智慧咁管理好自己嘅生活。一個月入8、9萬嘅中產專業人士，下晝排隊買盒50蚊嘅兩餸飯，慳返落嚟嘅錢可以用嚟供樓，可以用嚟買自己中意嘅電子產品，或者放假嘅時候買張商務艙機票飛去日本舒舒服服玩1星期。呢種對生活嘅掌控感，先係依家香港人追求嘅新面子。相反，如果為咗面子，每日夾硬去昂貴嘅餐廳消費，食埋啲又貴又唔好食嘅所謂高級商務午餐，每個月底睇住張信用卡月結單頭痛，呢種先至係真正嘅無面子。再者，你睇下啲兩餸飯店嘅老細，佢哋都係香港人靈活變通嘅代表。好多以前開酒樓做高級餐飲嘅老闆，見到市道轉變，無坐以待斃。佢哋將酒樓大廚嘅手藝帶入去兩餸飯嘅廚房。
你以為嗰啲咕嚕肉、蒸肉餅好簡單？其實好講求火候同師傅嘅功底，能夠將酒樓級數嘅味道，用快餐嘅效率同平民嘅價錢賣出嚟，呢個本身就係一種好犀利嘅商業模式創新。呢啲鋪頭唔單止拯救咗打工仔嘅荷包，仲創造咗好多就業機會，由廚師、樓面到裝飯嘅阿姐，養活咗好多個家庭。網上甚至有網民開玩笑咁講，兩餸飯其實係香港嘅真文化遺產。你想了解香港人？唔使去博物館，你去任何一間旺區嘅兩餸飯店門口企半個鐘頭，你就可以睇到最真實嘅香港浮世繪。排隊嘅人入面，有啱啱收工汗流浹背嘅建築工人，有行到摺背趁放飯時間出嚟揾食嘅速遞員，有穿着得體講住流利英語嘅寫字樓行政人員，亦有一頭白髮拿着買餸袋嘅老人家。喺呢個小小的排隊隊伍入面，沒有高低貴賤，大家嘅目標只有一個，就係用最合理嘅價錢換取一餐飽足。呢種平等、包容而且充滿生活氣息嘅畫面，其實就係香港這座城市最美麗、最迷人嘅地方。所以話兩餸飯殺入香港機場，甚至橫掃全港，絕對係香港飲食文化史上一個好重要嘅里程碑。佢打破咗階級，模糊咗貧富嘅界線。無論你係月入10幾萬嘅專業人士，定係喺機場默默耕耘嘅後勤員工，抑或是身家豐厚嘅影帝發哥，大家食落口嘅都係嗰一盒充滿鑊氣，象徵住香港人精神嘅兩餸飯。呢個現象由當初被視為窮人一物嘅無奈選擇，到今日殺入機場，橫掃全城，甚至成為一種時尚、一種精明消費嘅象徵。佢嘅發展軌跡，其實就係香港人精神嘅最佳體現。香港人從來都唔怕逆境，因為我哋知道面子唔可以當飯食，但係靈活變通、腳踏實地就一定可以幫我哋行出一條新路。呢個唔係向現實低頭，而係一種充滿生命力嘅貼地重生。無論未來嘅日子點樣轉變，我相信只要呢種識得執生、務實而又充滿智慧嘅獅子山精神仲喺度，香港人就一定可以繼續創造出更多屬於我哋自己嘅奇蹟。